来乡亲啊，这个暑假进入尾声，明仔载后日是最后一个周末。宜兰的业者推出着活动，先到三星乡来买葱啊，了后到罗东来食冰，讲这个行程吼，会互你真笑脸。 宜兰大家想到的一定就是三星葱，不过其实来品尝三星葱美食以外，还有另一种体验宜兰的方式。我们今天要来当一日葱农，从采葱、洗葱到制作葱饼，通通都要自己来哦。我们走吧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是真的来到了三星葱田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头上戴的这个就是斗笠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进到葱田里面，实际来体验葱农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要来采葱了。不过要办葱啊，无这么简单，敢若要行去进葱的所在。 两只脚险啊掉伫咧绿瓜糜内底，不过想袂到上困难的，搁伫咧后壁。来咯，手放到洞里面，握住葱白的部分，抓好以后，1、2，老师拉扯。明明都听老师话，不过安怎挽就是挽袂起来。记者跪伫咧顶的，出规身躯的力，葱啊嘛是袂顶袂动。 经过半点5钟的拍拼，总算把头一把葱仔挽起来。不过想要吃到葱仔饼，就要继续做后一步。就要是泡在我们的沟渠里面一直洗，所以要穿这个杏花装。爱先换洗脚衫，后一步爱洗葱仔。啊，那这就无亲像伫咧厝内洗菜这么简单。规个人爱浸伫咧水内底，甲掉伫咧三星葱的涂刷洗掉，上尾啊，还佫用手给吸好干。 你有水的话，就比较容易烂掉。不要水那么大力，它会断光光。手的力头爱赞，若无葱仔，都可能会休甲断去。后一步总算会当制作葱仔饼。记者的巴肚枵到要死，若想到葱仔饼，嘴烂就擦擦地。不过，今日去教室内底，哎呦喂啊，爱先糯米粉自头开始。压着你的棍子，上下滚到底哦，平对着哦。 回收到收包拢袂使，用细支棍仔甲伊拧做长高形，再当抹滴油，刷来三葱仔煮，有通食，够有通耍。离开三星葱的故乡，后一站咱来到罗东镇。 听串冰器声音，互规人透心凉。头家动作美丽，伫咧冰内底加寒天含牛肝姜汤糕，所以蓝柚糕含放一球白布。宜兰罗东这间冰店的扛棒准备捧上桌。这道它是蓝色富士山，请慢用。将日本地漂富士山捧上桌，酸甜酸甜，有意思，食起来阁袂解味。伫咧真热天，食一碗创意串冰，清凉退火。假期欢欢喜喜出去佚佗，不管是想要体会在地农村生活，或者是享受好食的料理，来到宜兰就无唔对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